照顧一個 BB 真係要花好多精神，為咗父母瞓得好，BB 心情好，所以我哋入手咗 Tapple C840 BB， 中意佢功能多畫質靚，仲用339買多部 Tapple C260擺喺廳，就算爸爸返咗工都可以睇到 BB 喺廳度玩。Tapple C840 送 BB 床夾架，仲有3年保養添。呢部 cam 係香港第一部雙鏡頭 baby cam， 可以睇到 BB 全身啦，同埋超清晰嘅近鏡，仲有多達12款免費 AI 偵測功能，好似 BB 哭鬧偵測可以即時知道佢喊，同埋睡眠偵測知道 BB 幾時瞓着同醒。BB cam 仲新增咗背景播放功能，就算熄咗 app 都可以聽到 BB 喊聲。而內置嘅搖籃曲同埋白噪音播放，仲可以幫手氹 BB 瞓覺添。基本上面仲有一盞小夜燈，除咗可以用 app 去控制之外，仲可以用佢附送嘅藍牙按鈕去控制開關同埋調節光暗。無紅光夜視功能，確保 BB 可以瞓得安心。仲有睡眠分析報告，可以睇翻 BB 瞓覺嘅情況。Tapple C840 支援512 G Micro SD 卡，配合埋 Baby Snap 自動照片捕捉功能，可以影低 BB 珍貴嘅 moment。如果要餵奶，可以用鏡頭隱藏或者私隱模式，可以保護翻個人私隱。如果想睇埋溫度濕度嘅情況，可以綁定 Tapple 感測器。Tapple C840 使用新加坡 AWS 雲端系統，夠晒安全，仲支援 Apple Home 等唔同平台。依家只要輸入優惠碼即減100蚊，899蚊就買到啦！優惠做到12月31號，快啲入手啦！